坚强的女人，为着一个家，单独请佣人哪大，将家当作家己的生命，甘愿付出受拖磨。无论困境有偌惨，行伊还着行伊过。为着囡仔三顿饱，你走夜拼嘛爱行。所想的一切家己担，一款温情亲像伞，希望以后创造好名声，报答辛苦甲阮情。坚强的女人，为着一个家，单独请佣人哪大，将家当作家己的生命，甘愿付出。